早安，您好。早安。熬做很好，熬做很好。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我要开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那里好玩吗？好玩啊。好爽嘛！好爽。在那里，您可以看到南北一样的神在庙、主在堂。大家很不容易出南北空旷的神大庙、主大堂。大家很不容易出南北空旷的神大庙、主大堂。也可以看到南北不一样的竹制门帘哦。嘛不容易出南北无空旷的主持门帘哦。还有很多特色。那要怎么去呢？也有真多特色。俺同样做开。请搭自强号到屏东火车站，接着转搭台湾好行，乘坐自强号到屏东火车站，接落来攀插坐台湾河航。乘坐自强号到屏东火车站，接落来攀插坐台湾河航，就可以抵达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好的，请问下一班车是几点呢？一不能到位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好，请问后一班车是几点嘞？一不能到位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好，请问后一班车是几点嘞？请搭乘7点21分那班自强号，乘坐7点21甲班自强号。请问还有座位吗？我要买一张全票。请问也有座位吗？我头面去中签票。现在只剩下站票，预估21分钟就会到屏东车站。你嘛长春起票，大约21分钟就要到位屏东车站。你嘛长春起票，大约21分钟就要到位屏东车站。没关系，我要买一张车票。冇要紧，我头面去中车票。好的，往屏东的自强号全票一张48元。好，开屏东的自强号全票一张48块。这是100元。请问在第几月台上车？你係100塊，請問搭鐵橋嘅太松茶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提醒您，以後可以先在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提倡顯後擺無用先打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太好了，請問取票時要帶什麼證件呢？9號誒，請問睇查票嘅時，我隨不個證件嘞。帶您的證件或護照，以及訂票成功的電腦代碼，就可以取票。隨顯的證件也護照和訂票成功的電腦代碼，即不用提票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您的火車票，往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我知啊，這是顯的火車票，開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我知啊，這是顯的火車票，開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收您100元，找您52元。收現100塊，找現52塊。好，謝謝。好，羅辣。